14年前，我只係一個人嘅會計師樓，每星期至少收到2個燈雕引薦，實踐 Givers Gain 嘅精神。現時係3金章會員，做過4屆主席同副主席，學識咗管理大團隊。5年嘅 DNA 歷程，令我有更廣闊嘅視野。我將學到嘅嘢轉化為屬於公司嘅6個核心價值。因為 BNI 嘅引薦，我做咗7年上市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每半年8次嘅培訓，我從未停過，亦係 BNI 嘅培訓導師。運用過去9年嘅企業內部會計實戰經驗，更明白老闆嘅需要。最後，我達成咗超過10倍嘅生意增長，實現合作共贏。但我而家決定歸零。14年嘅累積，好多人都覺得呢一份嘅成績單好完美，但係正正因為企喺呢個高度，我更加要將自己嘅心態歸零。呢份空杯心態係我喺 BNI 學到最珍貴嘅一課。真正嘅穩健係帶住成就，仍然保持住求變嘅野心。面對行行都講緊轉型嘅市場，但係透過 BNI 嘅力量，我哋而家將公司全面品牌化，發展多元化嘅會計服務，仲全力開拓緊國內市場。為咗傳承，我安排咗年輕嘅同事加入 BNI。一個人行，我可以做到10倍；一班人行，我哋可以跨越更多嘅未知。14年嘅 BNI 歷程唔係我嘅終點，而係我哋下一個時代嘅起點。我係 BNI Hong Kong Dynamic Chapter 嘅創會會員、執業會計師 Eddie Chan。我嘅數字奇蹟見證咗呢個系統嘅力量係超越想象。我相信我哋會一齊全力加速，打破極限。